请揭晓。巷仔鸟化身带路吉祥物，顶悬还佫有大井头的古地名名牌。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曾经是荷兰人打造的第一条大街，周边商家经过400档欢迎风华，到搭豆豆鱼味，无法叫炭虎社建设300档，启动古地名环境进行计划。100年前有不同的一个用法，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叫做姑爷段，有些地方叫做秀才段，有些地方叫做吴旗潭段，那或者是大腿段、小腿段，那这些古老的地名呢，事实上它都说明了这个地方曾经有的地理的样貌。计划范围包括民权路、含东门路一段、店家含团体，总共18个地名，用艺术装置，让大家伫散步踅街的过程当中，自然的认识府城历史文化。透过1875年的这一张所谓的台湾的街道地图，那跟我们目前的一个历史场域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要跟大家针对过去的所谓的十字大街，也就是当时候最热闹的一个大街，那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些花草街啦，或是我们的竹子街啦、鞋街啦、针街啦等等。除了形体装置，活动也佮邀请侪台南在地团队，以 Podcast 火车游街、行动导览等形式，将伫咧10月14到19期间，探索300档的府城大街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